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开始今天晚上的提摩太后书共读。我们要先来请美英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请美英执事把麦克风打开。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欢喜快乐又来到线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读的时刻。恳求圣灵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赐给兄姐们一颗谦卑柔软的心，让我们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让我们的信仰扎根在你的话语当中。谢谢你透过博士牧师赐下宝贵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来明白神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祝福一下温馨美好的时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美英执事。接着我们要请丽英小组长来带我们读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第3章第10节到第17节。到第10节，但是你已经跟随了我的教导和人生观，仿效了我的行为，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并分担了我所受的迫害和痛苦。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这些地方所遭遇、所忍耐的迫害，你都知道。但是主救我脱离了这一切。凡是立志跟从基督耶稣过敬虔生活的人，都会遭受迫害。邪恶的人和骗子们也会一天比一天坏，他们欺骗别人，自己也被欺骗了。至于你，你要持守你所接受和确信的真理。你晓得谁是你的导师，你也记得你从小就明白圣经，就是能给你智慧，指引你借着信基督耶稣而获得拯救的那本书。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至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要使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能做各种善事。谢谢。好，那我们的提摩太后书共读好在2天就要结束。那我们在后续呢会有希伯来书的台语共读哦。好，那时间是从6月18号的早上，我们会提早从6点半开始，然后一直到7月15号的早上7点结束啊。那我们总共会有28天。好，那因为这次是暑假的当中，然后加上教会在暑假当中会有营队营会，所以晚上的华语的部分呢，我们会暂时跳过，等到7月下旬，那我们会从历代志的时候再有华语的共读。好，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参加早上呢，我们也可以早上7点之后呢，在教会的 YouTube 会有这个希伯来书台语共读的首播我们会录影，然后传到教会的 YouTube 上面。那也欢迎弟兄姐妹呢能够参与在诗歌，就是挑选会前的诗歌跟开始祷告的服事，或是读台语圣经的服事哦。所以在这边也邀请大家能够继续来从希伯来书来学习。那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可以看到保罗他给教会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和教导真理，特别在明天会读到的第4章提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就如同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而教导真理就是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悦纳，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同大使命中的，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那耶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作者是保罗，那时间是在主后的67年的秋天呢。特别在第4章保罗有提到提摩太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所以他需要的是外衣还有皮卷，还有信件，所以他
也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那地点是在罗马的牢中哦。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后书的第一章讲到他的锁链，然后呢，这跟使徒行传28章保罗在罗马的狱中，第一次罗马狱中不同啊，有5个不同的地方。第一次使徒行传是他有权，他是用罗马公民的身份来向凯撒，就是向罗马皇帝来上诉，然后到罗马来接受待审，等待审判。第二次是因为他被指控可能是教唆信徒拒绝向凯撒崇拜，或是这个政府嫁祸给基督徒而被抓到罗马监狱当中，所以身份地位不同。第二个不同呢是第一次他受到宽大的待遇，他在自己所住的房子足足住了2年，来见他的都可以接待，而且还可以传讲神国的道，没有人禁止。但是第二次呢，受到严密的监视甚至身上带着锁链，并且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还有第3个不同，在第一次的时候他很容易接受访客，所以来见他都接待。第二次不仅是没有访客，甚至连他在被关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所以阿尼色弗一家的人他们殷勤的找，最后终于找到保罗在地牢当中。第4个不同，第一次有很多的同工，保罗在狱中鼓励很多同工。从哥罗西书可以看到，跟他在监牢当中有亚里达古、马可、犹士都、以巴弗，还有路加和迪马。腓立比书看到，甚至他在罗马狱中的时候呢，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并且在主里的弟兄，所以保罗还在那边可以跟看守他的这些的罗马军人传福音。但是第二次呢，却是许多的同工离弃他，凡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那明天最后一天我们会读到，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保罗2次在罗马都是路加在身边都有路加在身边。而第二次呢，只有路加一个人陪伴着罗马。那第5个不同就是第一次保罗他知道他在罗马狱中呢，他在出去的机会很高因为他胜算很大，所以从腓立比书就可以看到保罗充满了喜乐因为他知道他仍要住在世间，而且他要再到腓立比去，而且他也知道他的事要怎么了结。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腓立比所以从腓立比书知道这个保罗的监狱书信，知道他快要出来了但是呢，第二次他知道他被交奠就是被献祭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甚至讲到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虽然都在罗马，好像都在狱中，但是2次的这个差别非常的大。那对保罗的心态来讲也是差异非常的大。提摩太后书第1章讲到保罗要提摩太把心中的恩赐如火挑旺起来，为福音同受苦难，靠圣灵守住善道。而虽然亚细亚信徒纷纷离弃他，但有阿尼色弗一家的人来寻找他。第2章再次提醒提摩太要在基督恩典刚强起来，做基督精兵，要纪念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可在言辞上争辩，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而主的仆人不可为无益无谓的事情来争辩，没有结果的事情来争辩。而昨天第3章要知道在末日的苦难讲到了19种人心罪人的险恶，还有假着敬虔的名义却没有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质。而这些人是成为末日的狂徒，潜入人的家里面，迷惑家人，反对真理，经不起考验，最终原形毕露。所以3章5节，这等人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这等人你要避开他们。那我们今天看到是后面的10到17节劝勉提摩太要坚守信仰，忍受逼迫，因清楚信仰终将引致得救。所以他要非常的明白确信这个信仰带给他的意义在什么样的地方。昨天没有看到关于耶稣基督末世的这个阶段，还有看到这些假教师假先知在出埃及记他们怎么样来抵挡摩西和亚伦，而这些人终将失败那在10到17节呢，在这里有提到几个词，就是保罗提到第11节说他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迫害和苦难这是使徒行传13章、14章
保罗第一次旅行，就是去到这些地方，而且在那些地方，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受到苦难更大，甚至被直接用石头 K 石头打到人家都以为保罗死了，但是呢，上帝与保罗同在，他居然还可以全身而退所以那个场景那个画面呢，第10节11节对这个提摩太来讲，对保罗来讲就是印象深刻，就是在提摩太他的故乡和家乡。然后他告诉提摩太，要知道你所持守、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知道是跟谁学。那这里有特别保罗提到他的母亲还有他的祖母就是罗以都还有加上保罗等人，他们都是值得信赖的，都是从有正确的教导。那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这里讲到了圣经，整个圣经当中也就只有这个地方提到圣经这个字但是他讲的圣经并不是我们现在拿到这本圣经指的是指旧约因为在保罗写书信的时候还没有新约的圣经，所以指的是指旧约。但旧约圣经呢应该是有完整的这从创世纪到律法书、历史书到先知书那在保罗时代已经有成型了。好，等一下我们继续分享。然后并且说呢，提摩太是从小就学习圣经的，就明白圣经。那按照犹太人传统，那他们就是用圣经来当作教导他们学习识字的课本，而且在5岁以前就要开始来背诵旧约叫申命记所写的要记在头上要系在手上然后在门框上然后要来背诵读神的话。那特别3章15节讲到说，这圣经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这个信呢，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指的是信心或是信仰，才能够引致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是我们来相信耶稣的重要的管道，让我们相信耶稣才能够借着耶稣道成肉身来得着上帝拯救，明白这样的奥秘和智慧。所以使你因信有得救的智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教导你借着这个圣经，就是教导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终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学字，并不是只有因为我们受洗，而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而基督是从他的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圣经记载了关于上帝的话，还有就是指着弥赛亚救世主耶稣基督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默示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吹气所以是上帝吹一口气这英文是 breathe就是上帝的启示在彼得后书也有提到。那在现代中文译本翻成受上帝灵感而写，现代台语翻成是上帝的神感动下。所以保罗强调圣经呢是与人有益是因为是上帝所吹气，上帝的灵感动，或是上帝的神感动人而写下来的，所以是用默示这个字。那与教训与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处那这督责就是指责或是指责谬误现在中文译本翻成指责谬误，现在台语就是一样用督责都这个字来讲到圣经那使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的意思就是足以胜任。那现代中文翻成得到充分的准备，现代台语翻成总比好势就是预备完全所以圣经是让我们能够装备充分的准备，能够来行各样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读圣经的价值，或是说圣经的价值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教训，使人明白圣经中的内容；第二是督责，来显出当人违背圣经的罪性和罪行在哪里；第三，使人归正，就是提醒偏差之处，并纠正这些的错误，并且教导人；第四，学艺，就是要教育训练人来过合神心意的生活；第五，使人完全，这完全就是指侍奉上帝的人能够充分的准备他自己。
包括他的时间、金钱、才能、才干、恩赐。第六，并且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依然能够有善行。在很平常当中，平日当中，我们的顺境当中要行善很容易，但是在逆境、在末日、在末世，在那个耶稣要来的险恶的日子当中，依然能够行善，代表他从圣经当中有充分的预备。好，那第七就是一开始讲的，就是救恩，使我们有因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啊，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这样的救恩。所以圣经的价值，教训、督责、归正、学义、完全行善、救恩。所以读圣经重不重要？重要，但是读圣经也是要有方法，读圣经也是需要训练，所以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并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对于圣经的明白是不是这个不明不白或是学的东拼西凑，而是要知道真正帮助我们读圣经的，就是借着圣灵保惠师。因为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我们能够从圣经明白进入到那个真理当中，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把这些文字转化成属灵的生命，吃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我们有一个愿意受教和悔改的心，这都是圣灵在这当中做奇妙的工作。那并且要明白圣经，不是说明白这些字的意思，明白它的大纲，明白它的背景，明白它的历史，而是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上帝为什么要留这个圣经，上帝为什么透过这些话要教导我们，使我们要怎么样来得到这个托付，并且要把这样的托付呢领受呢能够交托给那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教导人读圣经，或是陪人读圣经，或是一起读圣经，陪读或是共读，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工，那让上帝的话能够看到圣经的价值。那今天我们有点时间来分享圣经为什么能够成为圣经。圣经又被称为正典正典的英文就是 canon。canon 的意思呢，我们这个 canon 的相机指那个大炮，但是那个 canon 呢，它的意思就是指芦苇，就是在湖边、河边、水边、溪边的那个芦苇的那个芦苇的杆子。那个杆子呢，就是因为它细细长长，而且又直，然后有一点坚硬，所以古代的尺呢，就是用那个尺来当做他们的尺。所以正典的意思就是标准，就是一把尺。所以圣经就是上帝的标准那我们法律呢是最低的标准，圣经呢就是上帝的要求的标准。那最早的圣经旧约那时候在提摩太后书，就是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而这摩西五经呢也被称为律法书，所以申命记称它为律法书。那在以斯拉时期呢，除了五经，还有历史书和先知书都称为神的书。所以如果圣经可以有旧约圣经可以用一分法，就叫做正典。那二分法就是对不起，一分法就是把旧约圣经划成一类，就叫做律法书。划成两类呢，就是律法书和先知书。划成三类呢，就是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划成四类呢，就是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和智慧书。划成五类呢，就是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五类。所以39卷你要用分成一类、分成五类都可以分，但是呢，它的原称都从摩西五经开始叫做律法书。而这39卷是在主前400年大概汇集而成就是在主前第4世纪，也差不多就是马拉基书完成那个时代没多久。那在新约当中，耶稣也好，或是使徒也好，他们所引用的圣经呢，包括我们今天唯一在圣经当中出现圣经这个名词的这个字呢，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指的都是全部都是指旧约那很特别，就是在新约的犹大书，他有引用了一卷未经，叫做以诺书在犹大书的第14节，他有讲到以诺那时候的就是与神同行300年然后上帝惩罚这些不义的人。而新约呢，到了新约当中呢，新约时代初代教会是以耶稣为最高的权威，
更胜于旧约。但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说，他来不是要废弃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所以那个就是一个统称，律法就是指旧约啊。四福音记载耶稣生平，使徒行传记载教会历史，然后21卷的书信是教义，启示录是预言啊。好，那人类的总结与上帝的国度。初代教会的四福音书跟使徒书信普遍都在教会来传颂，所以哥罗西书、彼得后书我们都会看到，那时候的保罗书信都已经传到这个教会，而且要他们到其他的教会或是到其他跟弟兄姐妹来传递。那一直到第4世纪呢，教会才公认有这27卷的书啊，所以3927加起来是66，新旧约圣经大概在主后的第4世纪才完成，所以主前400年到主后300多年，中间大概有700多年的时间，就是整个圣经新旧约圣经的汇成的时间。那我们看到旧约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旧约圣经的各书卷的写作是一个古远又漫长的历史，对这些书卷的写成日期，因为年代古远，我们无法拥有确切的资料，但是从这些书卷的内容来看，这些书卷个别的成书最早可以从主前1000年那就是最早的书就是约伯记，或者更早，可能到主前2000年，就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因为约伯记的里面提到的人呢，跟亚伯拉罕的时代同时期就是说在摩西都还没有出生以前，约伯记就已经写下来。然后呢，这个从最早的1000多年前的第一卷书，然后后来摩西五经，一直延续到主前的400-500年，最后的马拉基书、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然后呢，这是旧约写作的时间。那这个之后呢，这些书卷经过一个集结的过程，就是把它怎样收集在一起。大概在主前3、4世纪，也就是主前200多年到主前300多年左右，一份类似今天的旧约正典书卷应该存在而这正是旧约圣经传递的开始。所以那时候在主前300年就有74译本，这么就是把希伯来的圣经当时的这个这个希腊的皇帝然后他要求就是这个有70个旧约的教师拉比，然后在北非的亚历山大，然后来翻译，把整个旧约的圣经翻成希腊文，叫做74译本，就是70个经学士，那应该有72个人，但是这个简单的说法是这个彭国伟牧师真圣经公会的这个特约的这个翻译牧师好，那他做这样很简单的解释，所以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是一个漫长，从主前1-2千年到主前400-500年，好，那这个中间经过了超过1000年的时间汇集而成。到今天呢，这些书呢，居然能够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能够前后互相呼应，而且它的内容不会互相抵触。不管你用旧约来引用新约，新约来解释旧约，都可以看见。所以这张图就是主前1500年，大概是商朝到西元0年，就是在西汉朝的时候呢，从最早期的律法书，然后进入了历史书、诗歌书，刚才讲到的这个最早的就是约伯记，到最后面的传道书，波斯真传歌，这个雅歌，那传道书应该是最后，然后再来是先知书，最早的先知可能是这个什么厄巴迪亚或是约拿，到最后的先知小先知马拉基，那中间经过了文士以斯拉，他有一个汇整，把圣经这些的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先知书来做一个汇整。大概在主前400多年，大概在主前300多年就逐渐有一个旧约的正典雏形出现，然后在主前的200多年就有74译本在北非的亚历山大翻译出来。那所以正典之外呢，还有次经和未经就是没有被收藏在这里面的比如说刚才看到犹大书有以诺书它可能也是在这个历史留下来，但是没有成为这正典当中。好，那么再看新约，新约呢，就是保罗书信的权威，在教会是在教会诵读，
四福音跟保罗书卷在主后130年，特别主后140年的教父马吉安，他就有定型，有一个初稿，但是因为马吉安在当时呢有很大的争议，被异端，所以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吉安他所认定的这些到底准不准确？又过了200多年，主后367年东方教会的亚他那修主教呢，他在他的节日书信第一次列出27卷新约书卷的名字包括福音书、保罗书信、大公书信、使徒行传、启示录，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27卷。其实在主后140年、130年、140年就已经有，但主后367，那甚至在新约的27卷，在主后419年第4次的加太基会议当中正式接纳，就是从东西方的教会，那他们共同的开会，来决定这27卷成为正典了。那所以这张图从汉朝，然后到西汉到东汉，然后到主后400年，经过了三国和魏晋南北朝的东晋了。所以从新约的福音书加上保罗书信的汇集，那保罗书信比福音书还要早开始被咏读因为保罗书信传的比较快。那四福音书呢是马可福音最早，但是都比保罗书信晚了一些，大概也在写保罗的书信的那个时期那才开始有这些福音书。所以当保罗开始在传道的时候，连福音书都没有得拿，他就是传道。那这当中呢，新约的汇集呢，也遇到教会的10次的大逼迫。到313年，米兰诏狱，就是罗马君士坦丁皇帝他下了诏狱，把基督教呢定为整个国教，为西罗马帝国的国教。然后后来有这个西乃山的古抄本出土。然后第3次的加太基会议397年跟第4次的加太基会议就把新约正典规范下来。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这样子的由来是所以到我们手中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要更加的珍惜。今天这8节的经文呢提到提摩太已经跟随了，所以保罗为他盖印，就是确认提摩太的确有将保罗的教导都有做出来，跟随了我，仿效了我，分担了我。所以提摩太呢是一个跟保罗一样立志跟从基督耶稣过敬虔生活的人那这些跟随呢，包括保罗的教导人生观，仿效是保罗的行为，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分担的是保罗的迫害和痛苦。过去呢，他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主救他，但是呢，凡立志跟随基督耶稣过敬虔生活的人都会遭受迫害所以不要引以为奇怪，而且要有心理准备。立志为主做工的人就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知道信耶稣不会只有树啊加树啊勤树啊看起没行而是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但是邪恶的人骗子们呢，却是一天比一天更坏，因为他们欺骗别人，结果自己也被欺骗。而第二个就是要提摩太持守所接受的确信和真理因为要知道谁是你的导师，谁教导你读圣经，而且要明白的是圣经上帝的话，因为圣经给你智慧，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所以圣经使侍奉了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而能行各种的善事。而圣经是上帝的灵感，是受上帝的灵感而写的，虽然是人所写的但是这些人呢，都是在上帝的灵的感动当中所以上帝透过他们，连保罗在监狱当中，保罗在旅行当中写的一封书信都有上帝的灵的充满。在我们今天来看来读，我读我自己当兵写的情书书信我自己现在看起来都会觉得很肉麻因为才过了几十年。可是呢，一封书信流传了将近1900多年，我们还会读得非常的感动可见这是圣灵的感动那这些呢，圣经是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所以今天经文提到要继续效法保罗，要提摩太要继续持守真理，效法保罗的谨守，效法保罗的受苦，效法保罗的得救。而持守呢，就是要知道圣经使人得救，圣经从神而来，圣经使人得益处，圣经也使人完全。今天的金句就是3章16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全部圣经是上帝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愿上帝透过我们打开圣经的那一刻，都预备好自己，要来领受上帝的教训、督责和使人归正，让我们学艺，并且让我们可以完全来行上帝所喜悦各样的善事，特别是在险恶的环境当中依然行善。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止一本的圣经，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21世纪可以透过圣经公会的努力，透过过去宣教士的贡献，马雅各牧师、巴克里牧师，让我们可以读到非常符合原文、正确翻译的圣经，让我们能够对上帝的话语有更准确的认识和明白。也感谢你透过许许多多包括翻译圣经的人威克里夫，还有许许多多为了圣经上帝的话语事工基甸会这些的机构，他们怎么样尽心的把上帝的话分享出去，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用非常便宜的价钱人手都能够有一本圣经，而且是一个非常忠于原文、忠于上帝原意的这样的一个圣经，能够来吸收、来理解，我们是何等的幸福！也愿上帝让我们能够好好看重我们所领受、所得到的圣经让我们能够来打开圣经，并且有借着圣灵的帮助来学习明白上帝的话和真理。也再一次愿上帝祝福每一位愿意听到并且行道的上帝儿女，都能够成为聪明的人，把信仰的根基建造在磐石上，能够领受一生极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大家，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明天晚上再见。平安，谢谢大家。周家老师，拜拜。安，谢谢牧师，拜拜。拜拜。拜。